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1日，诗篇119篇149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因为你有慈爱，求你听我的声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用主爱保守阮的性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宝座前，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将百般的福气、万项的恩典赏赐予阮，予阮伫逐项的困难甲挑战中，有你的神引带阮，有你的气力帮助阮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的名。主啊，天地到尾拢会废无，世上万物拢会改变，总是只有你的信息永无改变。主啊，因为你有慈爱，求你听阮的声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阮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